为着鼓励企业甲店家甲一寡用真久的电火冷气换掉，来减少碳排放，经济部今年是继续提供10亿的补助。今年补助的金额一件是提悬到50万哦，用完为止。对天气变化，民众定伫热的时开冷气，冷的时开烧气，一个月算起来电钱嘛是真伤。搁较免讲用电搁较上重的商业服务业，为着要达成05控净零排放的目标，经济部今年继续推出设备翻新和系统省电专案的补助，上济分别补助50万到500万，5万鼓励业者甲高价电的旧设备换掉。大概去年也发现，他可能因为自己的经费调度，他可能上半年买了什么，下半年可能又换了另外一个设备，所以我们今年放宽弹性，就是说在一家企业啊，他在1年50万的额度内，如果没有用完，它其实是可以再申请补助的。去年设备补助，敢若限制空调、电火，今年佫增加冰箱、冷冻柜等4项。经济部表示，亲像饭店、休闲产业等等，拢会当来申请补助。尤其4月产业用电和民生用电恐惊拢会起。伫咧经营观光工厂的业者就指出，佫来热人冷气价电上升，嘛拍算要来换做省电钱的冷气。还不是一级能效的冷气，我把它换掉的话，一斤还可以再省3万。所以这个系统如果今年度在年底再做结算，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省到10万块的这个电费。商业署提醒业者要换设备也是系统，一定要有能源效率第1级，也是有省电标准的商品，才会当申请补助。去年有16000多间业者申请，今年有购买超过1万间，所以嘛，呼吁业者都要量早申请，总预算10亿用掉都无啊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